隨住人口持續高齡化，長者照顧要更加到位。博愛醫院攜手東莞市第一間加入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認可服務機構東莞市紅梅醫院護理院，為香港長者提供安心可靠嘅跨境安老新去處。紅梅醫院護理院坐落喺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係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全國敬老文明號同埋廣東省5星級養老機構，環境開揚寧靜，毗鄰江畔，景觀遼闊。院舍推行醫院、護理院兩院一體運作，目前備案床位395張，規模係東莞最大。長者喺同一個院區內就可以實現樓下安老、樓上睇病，無縫銜接，大大減低轉院風險。為咗令香港長者更快適應新環境，院舍打造充滿港式情懷嘅香港之家專屬樓層，由一日4餐、居住設施到康樂活動，都按照香港長者嘅習慣而設計，營造熟悉又溫馨嘅氛圍。仲有俾一家人團聚嘅親情餐廳等貼心服務場所，等港人安心享受退休生活。院舍以2人房為主，房間面積350尺，全面採用式老化設計，有無障礙獨立洗手間、防滑防跌設施同緊急呼叫系統。自然採光充足，露台仲可以遠眺開闊江景，兼顧安全同寫意。院舍提供24小時專業護理服務，包括日常健康監測、用藥管理同生活照護，亦都可以提供陪診同埋住院陪護服務，消除家屬後顧之憂。喺醫療支援方面，紅梅醫院有300名專業醫護人員，匯集多名嶺南名醫同東莞市傑出青年醫學人才，擁有傷口造口護理、老年護理、老年病科、普通外科等多個東莞市臨床特色專科，配備先進醫療設備，提供按摩、針灸、推拿等中醫醫療服務，仲有個人化康復訓練、AI 認知訓練同埋安寧療護服務，醫療配套完善，由醫療護理到康復訓練，由日常起居到心靈關懷。博愛醫院同紅梅醫院護理院攜手合作，用1小時距離換長者一輩子安心。